段時間咧，除咗劇集之外啦，其實法庭啦都好多有關信託嘅案例。咁啊，信託啦，當然啦已經過百年歷史一個法律框架啦。咁但係呢段時間可能被挑戰或俾人問得多嘅，就係因為咧好多國內或者香港嘅企業啦，開始透過啲法律框架做傳承，就唔係好似以前咁一代傳一代。好啦，咁所以咧今集咧就利用呢套劇啦，亦都講講咧信託嘅安排。嗱，上集咧就用金色森林呢套劇啦，去講咗家族辦公室嘅功能啦，有啲咩類型嘅家族辦公室啦，同埋啲嫲嘅話語權咁等等啦。咁今集咧就講另一樣嘢咧，就係講法律框架啦。裏面咧講咗兩件事嘅，攞嚟制衡啲子女嘅。第一個咧就係家族辦公室，第二個咧就係信託框架啦。咁啊，應該係第9集喎，睇翻係啦。咁啊就係講咩咧？就係話咧，阿方仰天咧就將佢個人嘅財產，包括咩現金啊、物業啊，最重要就係方氏國際嘅股權，就全部擺喺咧個信託基金，擺個信託裏面啦。咁樣。咁大家誤會晒，我唔係要同阿清離婚，我做咗一個決定，我要將我名下所有嘅資產，包括方氏國際股份、我手頭嘅股票、現金同埋所有嘅物業，成立一份信託基金。詳情高深會為大家解釋下。根據方生嘅意願，佢8年歸老之後，將會取消遺產嘅分配。呢份信託將會喺1個月之後生效，家族每一個人都係呢份信託嘅受益人。將來如果方家有下一代出世嘅話，亦都會自動成為受益人。另外，每一個成年嘅受益人可以喺基金度攞錢做生意，又或者投資，不過一定要得到信託執行人嘅同意。咁邊個係執行人？方生本人，我，仲有方林晴女士。咁而咧有幾個重要嘅角色就係公開咁 announce 俾大家聽啦，係咪？第一，咁啊邊一個係個 settlor 啊？嗱，睇翻先。咁呢個信託裏面咧有3個最主要嘅角色。第一個當然係委託人啦，第二個受益人啦，第三個就係咧嗰個遺囑執行人啦。佢裏面講到，或者咧我哋叫 trustee 信託人啦，係咪？冇錯，各位，由下個月開始，每個月會有50萬嘅零用錢，方老太會有200萬。得50萬咁少，買個袋都冇咗啦。喂先，講50萬係咪計埋我哋份糧喺裏邊啊？方學勤先生，你同方學禮先生份糧會喺公司照出，零用錢會另外計。咁我同阿媽係咪一人一份啊？你哋都係方家嘅人，當然係一人一份啦。咁都公平啲。我唔同意，咁大個屋企，周不時都有特別開支。如果唔夠嘅話，唔通我哋攤大手揾人借？咁好啦，咁啊喺呢個金色森林裏面咧，咁個委託人個 settlor 咧，當然就係方仰天啦，係咪啊主席？咁佢就將所有佢嘅資產擺落去啦。咁啊，第二受益人係咩啊？佢裏面有清晰咁講嘅就係咧，所有家族成員，甚至咧就係將來出生嘅成員咧，都可以喺裏面。咁裏面都有 define 過嘅，就係話一啲 extended family，即係話咧喺裏面一齊住嗰個好嘈嗰個女仔咧，都咧會一人一份咧，會每個月有50萬咁樣分俾佢哋嘅，都係受益人嘅一部分。咁好啦，咁啊第3個人選咧就係嗰個 trustee 啦，就係嗰個執行人啦。咁執行人大家都應該記得啦，就係3位啦。第一就係方仰天先生啦，咁啊第二個就係林晴啦，第3個咧就係外部人士啦，就係佢個家族辦公室嘅主理人啦，就係阿高森啦。咁3個咧嘅 trustee 咧要一齊批晒咧啲錢先至可以批到出嚟。咁啊其實咧除咗3個主要嘅叫人3堆或者3個主要人士之外咧，其實咧喺信託嘅設立上面咧，我哋都有個3個咧 certainty， 即係3個咧好確定嘅一啲嘅item 或者事情嘅係咩咧？第一個 certainty of intention， 即係話咧究竟個設立人個意願係啲咩咧？咁啊呢個好明顯啦，就係咧要照顧整個家族啦，咁啊希望做到嗰4個效果啦，即係嗰4個咩教育啊、慈善啊，先至可以咧動用到資金等等啦，係咪？甚至咧有講過嘅咩創業嘅話咧，就可以申請有個獨立嘅基金咧，去幫佢哋咧去發展。不過又係要3個 trustee 要批嘅，係咪？大家如果 recall 下第9集啦，咁樣。信託當然有顧及大家嘅考慮，所以喺信託入邊會另外設定一個分定，真係有需要嘅話會另外撥出。個分定會分為4大範疇：教育、投資、醫療同慈善。喂住先，慈善咪即係同我而家 run 緊嘅慈善基金功能重疊咗咯。所以方崇德慈善基金想對任何嘅慈善機構進行捐款，必須向信託嘅分定申請批核。如果大家以後需要額外嘅錢，可以向信託提出。當然啦，必須要經過方仰天先生、方林晴女士同埋本人我高森
合共3位信託執行人共同審批個撥款先會批出。老豆，咁好啦，咁啊第二個係啲乜嘢咧 ？Certainty of subject 啦，就係話咧，究竟佢裡面有啲乜嘢嘅資產喺度啦？咁就係包括方氏國際股票啦、樓啦、現金啦等等，佢嘅所有嘅財富咧，裡面咧好清晰地咧就會注入去呢個信託裡面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個 object 啦 ，certainty of object， 咁就係話確定咧受益嘅人係邊一堆人，咁啊所有嘅家族成員啦，除咗嗰啲叫仔仔女女之外咧，仲有嫲嫲啦，同埋咧嗰啲叫做側邊嗰兩個親戚，同埋咧以後呢個家族出生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咧成為咗受益人。咁所以咧記住啦，信託嘅時候有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有3個 certainty 啦，同埋咧有3個最主要嘅角色。嗱，其實呢個案例裏面咧都幾似近排娃哈哈嗰個案例嘅，就係咧佢都係唔係委託出面嘅獨立信託人，反而咧係委託咗家族成員咧成為咗個執行人。嗱，咁啊當然啦，咁啊好處係啲咩咧？就係話委託自己人，咁啊喺執行上面咧就唔需要向外公告，唔使咁多人知道咧，即係擔心咧有資訊嘅流出咁樣啦。咁但唔好處係啲咩咧？就好似娃哈哈個案例咁啦，就係定咗個信託。咦？點知執行人咧就冇好好履行，其他嘅受益人咧就要告啦。咁啊嗰個案例就喺國內啦，同埋香港咧就分別咧就叫做告緊啦。咁樣喺國內就係告佢係咪即係話去驗證佢係咪親生子女啦？係咪有血緣關係啦？喺香港就係挑戰就係呢一個執行人冇履行到啊當時嗰個委託人係啦，咁啊即係娃哈創辦人咧嗰個意願咧冇執行到呢件事，咁所以咧就呢個家族咧去用一個叫做 private trust 一個咧自己人去做個私人信託咧，其實咧都有機會咧面對咧佢離開咗之後咧嘅一啲法律風險。咁我哋去選擇個信託人嘅時候咧，當然都會睇翻啦，就係有啲咩選擇先啦。當然有機會有啲銀行嘅信託啦、獨立嘅信託人啦，或者私人嘅信託嘅公司啦，或者咧就委派家庭成員啦，或者專業人士啦去做個叫 trustee，即係好似呢套劇集咁啊，就揾阿高森去成為個 trustee 嘅一部分。咁啊選擇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睇翻啦，究竟嗰個家族資產嘅複雜性啊，究竟嗰個 jurisdiction 啊，即係用咩國家或者地區嘅 trust 啊等等。其實近排咧喺Jersey 嗰邊咧，即係澤西島嗰邊咧，英國咧，其實都有好多案例咧，關於點樣去選擇一個好嘅 trustee。咁呢個有機會咧，後面再同大家分享。嗱，咁其實呢啲家族咧咩情況之下會用信託，或者多數咩情況之下會用咧？第一，通常就會係希望個股權唔好分散，反而集中起嚟啦。因為咧，大家諗下，方仰天佢開頭做嘅時候係咩咧？就係將個家族嘅股權就睇下點樣分俾啲細路。但係調翻轉，佢通過家族辦公室同信託咧，就反而將佢嘅股權咧就集中喺個信託做個管理。跟住之後咧，先再淨係將個受益權咧去俾唔同嘅子女，咁啊希望咧個股權可以集中翻，咁呢個係第一個好處啦。第二個好處咧就係個稅務管理啦，因為好多國家咧其實有遺產稅，而如果個股權或者資產咧喺個人身上面咧個稅務就基本上全部資產咧都會要計算，即係納入咗遺產稅網。喺信託度咧就反而唔需要嘅。咁啊第三啦就係去 take care 啲 minorities 啦，就係話咧去照顧一啲家族嘅成員，可能佢哋不擅長理財啦，甚至咧有啲特殊需要嘅。咁我哋過去都見咗好多啦，譬如話可能梅艷芳啊，又或者係肥姐啊嗰個嘅案例咧，都會見到佢通過信託咧去照顧一啲佢哋長遠咧希望可以照顧啲家族成員嘅。咁仲有啲咩咧？就係咧做 charity 啦。咁我哋見到咧好多慈善信託嘅，就好多家族咧想另外 set up 一個嘅叫做基金，希望咧去為個家族咧去達到某一啲嘅叫做慈善嘅安排等等，其實都係一啲信託上面嘅功能嚟嘅。咁啊，仲有一種啦，就係咧一啲 purpose 啦，就係話咧，不過香港就少啲會咁樣做嘅。咁就係話咧，係希望做到某個目標，我哋叫 purpose trust，就去咧去訂立一啲信託。嗱，除咗信託文件之外咧，第二份咧，一般我哋都會同客戶去做或者訂立嘅咧，就係一份叫 IPS Investment Policy Statement， 即係咧一份叫投資政策聲明。個目的係啲乜嘢咧？就係咧同個家族溝通好，究竟咩投資得，咩投資唔得，平均咧嗰個風險啊、回報嘅預期係啲乜嘢啊，個年期有幾長有幾短啊，成個投資組合又或者咧有冇啲乜嘢佢哋項目係想投資，或者一啲項目係唔可以投資嘅。例如有啲家族就係話咧，所有關於生命嘅嘢咧，佢哋係唔可以投資嘅。OK， 即係買賣生命，例如買賣牲畜啊，做一啲馬嘅買賣啊，嗰啲都唔可以投資嘅。OK， 咁啊，咁有啲賭博成分，又關於咧都唔可以投資嘅。咁所以咧每個家族咧都會定一份咁嘅 IPS。
好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喺呢套劇集裏面咧發生啲咩事咧？就係家族辦公室咧會幫佢投資啲咩啊？股票啦，投資 art 啦，係咪咁啊？所以咧有幅畫咧就係買翻嚟就2000幾萬，跟住之後咧，但係咧如果即刻賣翻出去咧就話3000萬啦。就係呢幅咁嘅嘢，咁就2000萬啦。就係呢幅咁嘅嘢，唔止2000萬啊！後現代大師羅斯托夫封筆之前畫嘅4季系列，最新嘅保守估值係超過3000萬。咁但係大家咧通過套劇咧已經見到咧 art investment 咧，即係一啲藝術品投資咧個風險係啲咩啦？嗱，咁好處當然係啲咩？第一就係提高個家族嘅品味啦，係咪？第二啦，亦都符合翻啦香港咧政府啦，為咗吸引家族辦公室啦，或者同埋建立呢個生態圈啦，講嘅8大宣言啦，就係咧去推動啦香港咧成為一個藝術品嘅一個交易嘅中心咁。咁所以咧藝術品投資咧，其實咧就好多家族咧都會涉足。咁好啦，咁其實究竟而家啲 family office 或者啲家族會投資啲咩比較多咧？咁啊，根據最新個 index 啦，我哋參考翻 Citi 啦、JP Morgan 啦等等嘅投行咧，其實最多嘅當然好似套劇集咁啦，就係啲 public equity 啦，即係話咧啲公開可以 trade 嘅股權，大概20%。咁啊，第二係啲咩咧？就係啲 private equity，即係私募嘅股權。嗱，其實咧近年咧都好多家族啦涉足 impact investing 嘅。咁啊，其實對於一啲初創嘅公司咧，佢哋中意揾家族去投資多過咧一啲公開資金。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因為家族辦公室或者家族投資咧，一般個投資期比較長。第二咧就係除咗俾錢之外咧，更可以咧俾到好多嘅 network 啦，一啲即係人際網絡啊、市場網絡啊，甚至咧係營商嘅經驗俾佢哋。咁啊，而乜嘢係 impact investing 咧？最主要就係除咗投資回報之外，其實咧亦都咧可以為個社會啦、為個世界啦，去有一啲嘅帶嚟一啲嘅叫做 impact，即係話啲正面嘅影響。咁呢個咧有機會再同大家咧去分享乜嘢 impact investing 啦咁樣。咁所以大家族辦公室其實總結就係第一，我哋咧會了解翻客戶佢想投資啲乜嘢，而通過咧去 set up IPS 去了解完之後咧，就係幫佢哋去選擇唔同類型嘅投資產品，可能係一啲公開嘅股權、私募嘅股權、art 嘅 investment 等等都會做得到。咁當然好視乎啦，客戶自己本身嘅 preference 係啲乜嘢啦。嗱，咁今日咧就講咗2份好重要嘅文件，或者每個家族都有㗎啦，包括係信託同埋 IPS 啦。下一集會講啲乜嘢咧？就係家族企業嘅傳承啦。咁呢段時間我諗好多都會考慮緊，究竟個家族企業面對咁多社會環境嘅挑戰嘅情況之下，究竟點樣傳承嘅咧？點樣咧喺即係特別係喺一啲東南亞家庭，點樣可以做到過百年企業咧？係咪？咁呢個咧就會下集同大家分享下。